为着让好的台湾电影让更较侪人看到，台南市真善美剧院邀请南台科技大学的学生首先来欣赏《油麻菜籽》这部电影。这一次的版本是台语配音，但是其实台语配音才是原音重现。那当年很有趣的就是，因为金马奖它也要配合政府的政策，都要用国语，所以他们就临时赶快找一些配音员来配国语。那这一次很开心，我们可以听到的是原音重现。油麻菜籽伫1984年上映，改编自廖辉英的作品，伫当年甲胡孝贤共同挂名编剧，得到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。演出母亲的陈秋燕，伫当年得到金马奖女配角奖，并伫咧当年获选为香港电影金像奖年度10大华语片。那这个电影里面呢，讲述的是一个台湾传统的女性啊，在早年的时候呢，女人呢都是一嫁出去之后，就像泼出去的水，就要跟着夫家在一起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如果呢她嫁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男人，她就幸福一辈子。那如果呢她嫁的呢是一个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一些渣男的话，她可能这一生的就是刻苦的这样都过了一生。这部电影为故事、剧本、演员甚至是两野手法，拢非常值得作为教材来探讨，让来看这部电影的学生印象深刻。里面有一句话讲到说，女人就是油麻菜籽命，到哪里的话就是在哪里生根。那也体会出以前台湾农业时代的时候，女人的那种艰苦。那我期待说，可以在这部电影中可以看到更多对以前社会的描写。这样，老师介绍到这部影片之后，就发现他是之前在第5届的金像奖的时候有颁发那个10大的华语影片，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。因为那个时候的影片，如果说能进香港的电影圈的话，是很困难。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期待。油麻菜籽端好满40周年，修复版本将伫咧5月12号正式上映。播映的地点就伫咧台南市真善美剧院，欢迎大家以怀旧的角度支持这部台湾电影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